罗住座，我看不上。那把子关你罗上了几把个时候，俺罗等你。俺你做也。罗住座，这里俺去问他的，黄果树把这一边混在了好用下。俺去黑人个路过黑人，别人个弄得做了几单。黄果树把这没差。黄果树瀑布下至谷底，我们坐在水边的一块岩石上，隔着一口小小的绿潭。那一幅白莲般的瀑布，仿佛一伸手便可撩过来是脸似的。它跃入见底，激起的烟雾般的水珠直扑到我们脸上，沁凉沁凉的。黄果树瀑布虽不如庐山瀑布挂得那么长，但远比它宽阔，所以气势十分雄壮。当年徐霞客描写道：一溪玄岛，万炼飞空，溪上实如莲叶下覆，中湾三枚，水由叶上漫顶而下，描写的准确形象，令人叹服。瀑布如雷轰顶，山辉谷映，我们仿佛置身于圆形乐池中，四周乐声奏鸣，人若浮身于一片声浪，每个细胞都灌满了活力，让人真正感受到大自然的伟大与恢宏。我们久坐岩上，任沁凉的飞珠扑上火热的脸庞，沾湿薄薄的衣衫。我们聆听着轰然作响的瀑布声，只觉得胸臆在扩展，就像张开的山谷，让瀑布飞流直下，携来大自然无限的生机，回荡着大自然纯正清脆的音响。龙库的团队，俺从成长着抓到现的的，真不穷就是个怕热的，大概着有问题的把持的，老辈的的，东南喷不些他把单位弄完些成就，把这7月30年7月3日看了消息，东南把的新疆着错玩些的，黄果树把持的，庐山如意把持单位。人不没讲，看见这里7月，这样选的切，对对，新下个月，确定是把弄的消息，大家的东厂门不也，赶着东tập真把东着了，却弄个都得到，北面大马搞把东着，第觉得不干什么的，却就不干觉呢，老米这里消息，甚至是把那两个些。3年电把跟着原美下雨的觉得，把去把张住大抓心，热龙这呢抓家口味，俺做得面热门空隙的，休业热样子开把动作，这样这呢绿灯个差不热热生休这些，容上空节目也只差人用红给做了，新疆这3马动了热情。绿灯老晚冷把些，俺在住达的定位把这年年，总他没别生修着，甚至你当的，天不也热里就别把去人路把人艰难的，容上讲切莫也当脏黑面着这样快着月，个人的来地察节，当俺在他年当73把的用得下就赢，轰然作响。住达的德瓦胸臆，你当。我们聆听着轰然作响的瀑布声，只觉得胸臆在扩展，就像张开的山谷，让瀑布飞流直下，携来大自然无限的生机。俺在住达的位把这年年，总他没别生修着。甚至你当的，天不也热里就别把这人弄把艰难的。俺去念的他念这些过来记得。词语解释：轰然作响，就是形容轰隆隆的响声，
常用来形容自然声音、惊叫声等。如达拉德瓦西巴呢，这现的切瓦前西，对着容相空切木也这当，80没把西别给这拉过。胸臆就是指内心、心中所藏的意思。你当西巴呢，能身上能身是比别相依拉过。西里塞马。语言文化小贴士：明代地理学家、旅行家、散文家徐霞客经黄果树瀑布入滇，对黄果树瀑布进行了考察和记录。其后，历代文人墨客作诗撰文赞颂黄果树瀑布。明末天魏才子谢三秀诗中有“宿隐空中飘匹练，寒声天上落银河”。清康熙年间，曾任贵州巡抚的田文曰：“匡庐瀑布，天下称奇绝，何如白水河灌犀牛潭？银汉倒清三叠而后下，玉龙引剑，万丈哪可叹？”呀，但我这娘的用下经典啊，轰然作响，如达拉德瓦，胸臆。你当。我们聆听着轰然作响的瀑布声，只觉得胸臆在扩展，就像张开的山谷，让瀑布飞流直下，携来大自然无限的生机。我这如达德维巴扎年年，总他没别生修着，甚至你当的，天不也日里就别巴吃人，红巴艰难的。老朱错，切去得人家弄顿充满些体，但我去记起来啊。老朱错，我个家一闹，如达德瓦西别他你的工作。A， 轰然作响呀，要么这题啊，连着送。念真的接触不错，但我这样的别那个好听的，弄得做的用下经典啊。至谷底，我们坐在水边的一块岩石上，隔着一口小小的绿潭，那一幅白莲般的瀑布，仿佛一伸手便可撩过来拭脸似的。它跃入涧底，激起的烟雾般的水珠直扑到我们脸上，沁凉沁凉的。黄果树瀑布虽不如庐山瀑布挂得那么长，但远比它宽阔，所以气势十分雄壮。当年徐霞客描写道：“一溪玄岛，万炼飞空，溪上石如莲叶下覆，中宛三门，水由叶上漫顶而下。”描写的准确形象，令人叹服。瀑布如雷轰顶，山回谷应，我们仿佛置身于圆形月池中，四周乐声奏鸣，人若浮身于一片声浪，每个细胞都灌满了活力，让人真正感受到自然的伟大与恢宏。我们久坐岩上，任沁凉的飞珠扑上火热的脸庞，沾湿薄薄的衣衫。我们聆听着轰然作响的瀑布声，只觉得胸臆在扩展，就像张开的山谷，让瀑布飞流直下，携来大自然无限的生机，回荡着大自然纯正清脆的音响。老著作，第二个老师的年长就业，我做连菜居民农家用，他从马车人联盟。